12大熱門啊，中國心使唔使咁熱啊？文當佢有過關飛咧，而家冇啊，贏嗰次。件彩衣係咁似頭先有愛心得嘅，一樣㗎，都係嗰班人。係咪嗰班？都係大衛希斯練嘛。嗰個團體馬嚟嘅，嗰個團體嚟嘅。咁上次真係出色嘅喎，前快後快，活斷掟啦隻大千龍心，關鍵就係谷草。谷草佢都跑過啊。唔係嗰個第二啊嘛，因為你熱到咁咧，佢可能田草係高啲，谷草打少折扣。佢無論如何，佢係輸俾勁進良區。咁你一定要用咁嘅角度去挑剔下噶嘛。咁佢當然梗係進步，我都係行先。但係你因為如果呢場跑田草，我都信阿楊明倫。重點要12㗎啦，好啦，咁啊10分12揀咗㗎啦。好。我要呢隻一定。馬生啊，頭先中嗰個有愛心得啦，同埋有推介過啦，佢都話特別多謝積淇。有愛心得都好分㗎，係嘛頭先？其實呢件衫咧就係練馬師團體23、24、24、25唔同嗰班人，但係都係着咗希斯呢件戰衣嘅。啊，希斯以前贏一級賽咧都係着住呢件靈西牧場嘅戰衣。OK。希望唔會啦，28蚊嘅獨贏。呢個馬生就意思應該係咁啦，佢話中完頭先嗰場啦，呢場就用12號馬中國心做膽啊，拖絲雙數馬喎，4號、6號、8號、10號嘅一拖4。12、4、6、8 12膽拖4、6、8。好長下咁啊，大家都話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。OK， 4檔白衫黑帽，兩件衫一樣嘅。OK， 4號放頭，12號跟住喺第2位。OK， 黑色就奔放係啦。OK， 外面有隻龍城精將冚埋嚟。OK， 好，買內欄啦。OK， 1600米有排跑，又係瞓一陣先。好，前面奔放，後邊中國心，直路睇一段啦。OK， 時間唔慢㗎個，追唔追到啦？嗱，兩件衫一樣，練馬師團體起一個孖。OK， 2468係咪2468啊？246，哎呀9喎。過到個勢係過㗎，好近喎。個勢係過㗎，點解你哋喺點解過唔到啫？成日睇片都係呢度咁樣過㗎啦。雖然贏得猛啲。OK，easy win 嘅。有博山大隻4，又第2啦。82Q 咪翻。4號放頭。7倍。哇，啱呢只12追到。42生日 Q 啊。OK， 睇下派彩點先。咁啊，第8 26蚊，3張彩牌。OK，Win Pay 就唔會買㗎啦，中條小 Q 啦。其實如果諗多啲，就買條3重彩或者單 T，咁就分到錢嘅。OK， 好係咁多。